係唔好意思，啱啱條片咧就即係發生咗一啲嘅事咁樣就中斷咗，咁冇錄到。咁我依家咧都會再接翻上一個部分講嘅嘢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哋喺查找押韻呢一度有啲咩問題嘅話，咁都可以同我講翻，咁我都可以盡我能力去解答翻大家疑難嘅。咁我哋繼續翻啱啱押韻嘅嗰個部分。押韻嘅部分咧，佢嘅好處係啲咩咧？就係令到成首詩更加具音樂美啦，讀起上嚟更加流暢，同埋咧富有起伏激揚嘅感覺嘅。OK，咁呢一度就係佢第四個特點，就係佢嘅押韻句。咁我哋講完佢形式上嘅特點啦，咁我哋咧就落到嚟去講佢風格上面有啲乜嘢嘅特點。嗱，佢風格上面嘅特點咧就係具有濃厚嘅浪漫主義色彩。嗱，浪漫主義咧，大家可能去睇呢一個嘅字眼嘅時候咧，未必話真係咁清楚咩叫浪漫主義、乜乜主義、物物主義咁樣。咁其實浪漫主義係啲咩嚟嘅咧？浪漫主義指嘅係咧想像力、個人嘅情緒、個人嘅情感，同埋咧佢嗰個文章嘅主題啊題材咧係偏向感性嘅。OK， 感性。咁呢個咧就係浪漫主義嘅意思，就係包含到個人嘅想像力啦，充滿個人嘅情緒感情，同埋咧佢嘅題材嘅方向會偏感性嘅。咁佢點樣突顯嘅咧？佢咧就善於運用神話同歷史傳說咧，加上豐富嘅想像力，構成斑斕嘅意境，表現出對理想嘅執着追求。咁咧，我哋可以睇下一個例子，離騷。嗱，大家讀離騷嘅時候咧，我哋會見得到佢有好多嘅字眼啊，可能大家都唔係話即係特別識讀啊，或者係特別睇得明咁樣。咁唔緊要，我揀幾句咧，同大家一齊睇下佢點解會有想像力。首先呢一度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我哋揀低呢一句。嗱，呢個路漫漫嘅意思係啲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咧，長路漫漫 ，OK， 路途遙遠。路途遙遠，其修遠兮。個修咧就係指長嘅意思，即係話條路咧好遙遠，而且咧就好長嘅。但係咧，我即係離騷嘅作者，佢都會話我會上下而求索。咩叫上下咧？首先上下嘅意思咧就係指上天入地，無論條路有幾難行都好，我都會上天入地，竭盡所能，咁樣去找尋真理。OK，咁所以咧喺呢一句入面點樣去體現到佢個人嘅豐沛、充滿生命力嘅情感呢？其實就係講緊佢面對住困境，即係可能作者當時面對某種困境啦，仍然咧係可以堅持到落嚟，百折不撓嘅。OK。咁啊，第二個地方可以體現到佢呢一種想像力嘅豐沛嘅情感呢，就係呢一句：吾令鳳鳥飛騰兮，計之日夜。咩係鳳鳥呢？鳳鳥呢，就係以前嘅風車。咁但係你會發現喎，佢係用緊風車呢樣，佢唔直接寫話風車，佢唔話吾令風車飛騰兮咁樣，佢會將風車想像成係鳳鳥。點解有咩關係啊？其實就係講緊呢個風車咧轉動翻騰嘅時候咧，就好似一隻雀咁樣咧喺度拍打佢嘅翅膀，佢又利用咗嗰種嘅動感，利用個畫面咧去做一個想像。咁其實可以見得到呢一度係反映緊作者嘅想像力。嗱，上面呢一度咧就係佢嗰個嘅感情啦，OK， 感情非常之豐沛啦，咁樣。又再睇多個例子，吾令帝勳開關兮，依窗合而望宇。嗱，呢個讀個窗字，呢個讀個合字，然之後呢一個咧係讀個分字。吾令帝勳開關兮，依窗合而望宇。咩叫帝勳呢？帝勳呢其實咧就係以前傳說咧係幫天帝守門嘅人。窗合咧，其實咧就係指天門嘅意思，即係叫天庭嘅一道門啊。咁咧，作者係利用天庭、天門咧去引申出朝廷，
即係朝廷嘅嗰一道宮門，皇宮嘅嗰個大門。OK， 佢咧就咁樣做一個嘅想像，咁啊想像嗰個天門咧就好似宮門一樣，點樣啊？嗰度啲人咧係好冷漠咁樣去望住作者。儒係指儒啊，即係我嘅意思。咁啊望咧呢一個字其實就係指天帝嘅人咧，即係天上面嘅人，為天帝守門嘅人咧，其實同朝廷嘅人一樣嘅。OK，咁咧都係好冷漠咁樣望住我。咁你會見到作者咧，其實佢好明顯就係現實裏面受到啲挫折啦。咁但係咧，佢點樣表達呢種挫折，或者係點樣營造到個意象意境咧？其實你都見得到佢用咗想像力，將朝廷想像成係天宮天門咁樣。咁咧就令到成個詩歌咧個想像力咧就更加之豐富啦。從而咧可以突顯到佢自己呢首詩歌本身嘅浪漫色彩。OK， 咁我哋就話啲浪漫色彩咧就喺呢一度咧就見得到啦。咁可以打粒星喺呢一度啊，因為我哋之後讀嘅涉江咧都會見得到有咁樣嘅色彩，有咁樣嘅特色喺度嘅。咁我哋之後會再講多啲。咁啊蘇體嘅行文，咩係蘇體咧？蘇體咧其實就即係指句式參差、韻散結合，即係叫押韻又有，散句又有，多用係係呢個字咧去表達詩歌，作為詩歌全新嘅表達方式。你其實留意到咧，即係大家我相信你都讀過好多詩歌，詩經又有，然之後你唐詩都讀唔少，宋詩都讀唔少嘅，係啦。你會發現咧，用咗咁多個係字。OK， 你去睇下篇章，你見到咧係好多個係字嘅，無論係離騷、禮雲定係哀影咧，其實都係用咗好多個係字。呢一種嘅蘇體咧，其實係楚辭係獨特，係比較獨特係擁有嘅。OK， 咁我哋叫呢一做蘇體。咁有咩好處啊？好處咧就係令到個句式增長，結構咧宏偉，容量擴大，表現出一個藝術嘅表現力。即係咧，你如果係咁讀個係字，係呢個字我哋話係一個叫做平聲啊，即係叫做第四聲嘅字啊。我哋之後咧會再講下平仄嘅呢一啲字。呢啲字音咧讀上嚟咧，其實係會俾人一種感覺係好即係有一種環迴往復，佢讀落去咧，好似係一種意猶未盡嘅感覺，嗰種表現力。咁呢一度我哋遲啲咧都會再講得多啲嘅。咁我哋咧就會見到有咁樣嘅好處喺度，文采絢麗，聲情並茂咁樣。咁呢個蘇體呢個係字咧就有咁樣嘅好處。咁我哋之後你會再講多啲。然之後啦，格調悲涼，格調悲涼咧，你會見到因為本身屈原佢自己係個主要作家嘛，咁佢自己本身係有好偉大嘅政治抱負同埋堅貞嘅情操，可惜咧就因為被奸人所害啦，於是咧就被放逐，所以咧佢成首詩歌入面咧都係有好多嘅個人不幸啊，同埋憤懣啊、不滿嘅情緒。同時咧，你一讀佢啲詩歌咧，你會見到其實佢自己本身嘅嗰個人嘅諗法啊、諗嘢咧，都係比較偏向抑鬱啊、悲涼苦悶嘅，咁形成咗呢一種悲涼嘅格調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屈原佢最後係投江自盡噶嘛。咁後來啲人為咗紀念佢，就喺個江嗰度咧就掉啲粽落去，希望啲魚唔好食佢條屍體咁樣。咁後來就有端午節。咁所以其實從屈原呢一個人嘅生平背景，你可以睇得出，其實佢自己本身個人咧都係比較偏抑鬱、比較偏苦悶嘅。亦都係因為佢自己嘅呢種性格咧，就造就咗佢啲詩歌啊、文章創作咧，都係比較上係悲涼啦咁樣。其餘啦就係一啲富楚國嘅地方色彩咧，佢大量使用楚國嘅地方方言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睇一睇嘅。咁佢對於後世嘅影響啊，我哋睇下後世嘅影響嗱。詩經、楚辭咧就合稱風騷。首先咧，詩經我哋有15國風啊嘛，楚辭咧就係蘇體。咁所以咧，你喺古文入面咧，如果你見到風騷呢個字咧，其實咧佢唔係想講一個人咧嗰個外形啊、行動咧好風騷，而係想講風係指國風入面嗰啲諷刺教化嘅要素，而騷咧就係指蘇體，即係指表達個人情感同埋個人嘅一啲抱負嘅一類嘅文體。咁啊，呢兩種文體咧，共同成為咗係古代詩歌嘅兩大源頭啦。咁對文學發展影響深遠。咁有啲咩影響呢？首先第一，詩經同楚辭嘅出現，其實楚辭嘅出現咧係影響咗後世嘅文學體裁嘅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創立咗一樣叫楚辭體。
咁啊，楚辭體咧，即係指蘇體啦，就係主要嚟講咧係句式參差嘅。咁啊，呢一種嘅詞體，你都影響到後代嘅一啲嘅創作，例如話漢代詩歌創作啦，魏晉南北朝嘅詩歌創作啦，甚至乎係有啲人咧係會仿作去寫一啲另外嘅詩出嚟。咁啊，同時寫作手法咧都會有影響嘅，例如話啦，屈原咧佢發展咗《詩經》嘅比興手法。大量運用咗象徵，將佢自己嘅個人情感咧寄託喺比興之中，咁咧就形成咗一種叫做美刺嘅手段，即係都有諷刺，但係呢種諷刺咧又再同國風嗰種諷刺咧又再一層改變咁樣，咁咧就係可以起得到諷刺嘅作用啦。呢一度 OK 係一種諷刺嚟嘅，咁佢點樣體現呢？佢用諷刺唔係直接講話啲諷刺或者含沙射影嗰種諷刺，而係咧佢會用唔同嘅象徵去諷刺嘅。例如話啦，以香花喻君子嘅美德，以樂琴臭物咧比喻小人嘅劣行，同埋以男女愛情咧比喻君臣之義。咁呢一種託物言志嘅表現手法咧，我哋都會話係佢美刺嘅一啲表現。OK，咁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咩係美刺咧，咁其實可以睇下呢啲例子，咁你哋都會知道，美刺咧原來就係咁樣去託物言志，去利用一啲物件去説理，利用一啲物件去作為象徵咁樣，咁呢啲都係美刺嘅手法嚟嘅。咁啊之後就係浪漫主義影響到後世啦，同埋佢自己人格精神，因為屈原嘅人格精神影響到後世。咁呢一度咧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睇嘅。咁所以啦，我哋話啦。呢一個楚辭入面有邊啲部分啊，或者有邊特色我哋係值得去記嘅呢？咁我會認為啊，前面呢一個形式、篇幅結構，大家呢可以去即係仔細啲嘅研究去記，即係去記錄、去思考下咁樣。咁然之後風格呢一度呢都係重要嘅。然之後啦，佢對後世嘅影響呢，咁我哋呢一度係課文啦、課堂呢，我哋會再作補充啦。咁但係呢，美刺呢一度呢，大家都係值得去留意嘅。咁啊，大家如果去即係去溫習啊，或者去讀楚辭嘅時候呢，咁你哋係可以即係多啲去留意呢啲部分。咁呢啲部分都係我哋之後教涉綱會講到啊，或者係我哋講楚辭嘅文即係詩文嘅時候呢，我哋都會提及到嘅重點嚟嘅，係啦。咁希望呢條片咧幫到大家去即係建構到有關楚辭嘅一啲概念啦，咁樣咁同埋配合翻我哋一啲文例去睇去讀嘅時候，咁希望你哋咧都會有一啲嘅概念係可以有所得着嘅。